我来练声，我来拍喙鼓。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嘉，我是阿明。咱今仔日的主题是做者爱食物。对。咱台湾人真爱食吼。对啊，敢若拢会每一个节日啊，拢会传无共款的物件。毋过迄看起来有时啊，介绍嘛拢大同小异呢。是吼，咱一个一个来讲好啊。好啊。为过年开始。好，讲到过年咱就要为这个过年暗来讲起，就是这个围炉啦。围炉咱拢会有食啥物物件？阮兜是有长年菜啦。长年菜，阮兜嘛有。长年菜就是有长火烧的迄个意思伫内底，因为长年菜就是挂菜，挂菜的特色就是讲，拄开始食时阵有淡薄苦苦，毋过食久来就是会甘甘甜甜安尼，所以就有一种苦尽甘来的意思，甘苦头开换尾的意思。对，毋过我做讨厌食这项菜，我无介意食。因为为初一食到15，我这嘛食伤久啊。迄青菜物件上好是一两工就挺好甲伊解决啦。毋过因为拢是过年时阵拢煮一大卡有无？拢爱食几落工，感觉安尼较无健康啦，其实我以前嘛就讨厌食这，因为拢煮甲烂糊糊，迄色水看起来拢食起来佫烂烂，都无迄款敢若咧食菜的感觉，所以我较无爱食长年菜。毋过后来在过年时阵，就是讲处理啊，无煮遐大卡，就是可能差一半安尼，我感觉安尼较好食。食一个意思就好啊，毋免讲真正煮一大卡咧，食几落工，安尼伤恐怖啊。对，咱佫有食即个发粿甲甜粿啦，这发粿甲甜粿通常是有是摕来拜拜啦，拜了爱食，有诶就是单纯摕来拜拜尔。发粿就是讲有发财意思啦，甜粿就是讲食甜甜来过年安尼啦。有发粿，有甜粿，当然嘛爱食菜头粿咯。对，好菜头的意思。对，其实咱围炉佫一项真重要诶，因为咱拜拜拢会款即个三牲嘛。三牲就是讲有鱼啊啦，猪肉啦，过来就是鸡肉。天顶飞，涂骹白，佫水内底熟诶，拢爱食着。对。这鸡肉通常会咧摕来滚汤啦，做鸡汤。咱食鸡就是起鸡的意思啦。若是讲你诶过年诶菜无汤煮鸡汤 OK 啦。毋过我较爱食迄款用烘诶龟只，迄款烘鸡。烘鸡较好食。对啊。迄真香。好，过年就差不多安尼啊，刷落来就清明安尼。对，过来就清明啊。清明咱会食啥？头一项润饼糕。润饼糕。你敢会爱食？普啦。我无爱食。是吼。对。因为都冷的物件嘛，内底拢包菜啊。我毋知影有包肉无，因为我真正就罕咧伫食，所以我无啥会记。阮兜清明敢若嘛无讲一定要食这物件。所以无啥物印象，毋过我知影讲伫咧台北几个所在，因卖迄润饼糕，是当然是规年通天拢有在卖啦，佫真出名，逐家去拢爱排队，我都毋知影是咧排啥，可能是我较无爱食，所以较无迄个感觉。有一遍我去人兜拄好当着清明，因兜有关系咧食即个润饼糕嘛。就摕一块互我食，人摕一块互我，我总袂用无食嘛，我就哪食哪流目屎，食甲足艰苦诶。所以嘛无爱食吼。无爱，因为迄个都有一个味啊，我毋知要怎形容，就迄个味我都袂爱。
毋过我感觉润饼糕内底的物件，若是拢家拆开吼，我都爱食。毋过家夹做伙，我感觉都无啥物特别的，毋知为虾米。啊，讲到清明吼，咱拢会去拜祖先嘛吼。啊，咱拜祖先，咱会拢会款一寡三牲嘛，一定会款啦吼。有一项物啊，一定会款，就是草仔粿。啊，这草仔粿就是讲来保庇子孙啊平安发财，啊拜过生财产的这个意思伫咧啦。所以恁兜有在食草仔粿无？嘛无咧，我嘛无。对，我平常时若是有出去啥物所在有伫卖草仔粿，可能会买一粒来食看卖啦嘿。啊，毋过无一定讲是伫咧清明一定爱买来食安尼，阮兜是无。对，啊，毋过阮兜有一个真特别的吼，就是食滚水卵。就是华语讲的水煮蛋。其实这是我细汉的时阵啊，即摆已经无啊啦。就迄当阵去陪墓的时阵啊，因为阿公的墓是较传统迄款的，啊，阮阿嬷会煮一卡滚水卵，咧拜煞了后会甲滚水卵摕去墓牌卡一下啊，甲迄个壳拔落来，甲伊压伫咧墓骨顶悬啊，伊的意思就是讲破壳重生，嘛是咧保庇子孙会当出人头地的意思。啊，即马都无啊啦，这我都毋捌拄过。啊，即马真侪人拢是囥伫咧拿骨塔，所以可能都较无即款风俗啊。应该安尼讲啦吼，就是较早时行即个土葬诶，啊土葬诶，就是爱等几年了，啊去捡骨，骨头啊捡起来，啊再个囥入去塔内底，啊即句因为方便。啊，佮加上政府其实拢咧推广大家用火葬诶，啊，就是出山迄天就送去火葬场啊，烧烧咧，啊，就当场就甲囥入去甕仔内底啊，就找一个时间进塔安尼。所以就无较早迄种土葬诶，啊，佮迄种墓牌安尼。就是甲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阮兜细汉的时阵，有伫食滚水卵，啊，毋过即嘛无啊。好。啊，清明了后就是5日节安尼。对。食肉粽，我台北人是食油饭。啊，火田拢嘛是糯米做诶啊。对啊，通食就好啊吼，毋管是北部诶还是南部诶吼，伊就是煮法较无共啦。对啦。北部的就是糯米一粒一粒较分明，啊，南部的因为是用水煮的嘛，所以就是一糊安尼。啊，有的人就兴食迄款的啊，对啊，就是口味无共嘛。啊，咱食肉粽吼，就是咱台湾5日节，这嘛算拜拜一个贡品。啊，伫咧古早呢，咱台湾的原住民吼，已经有用迄个叶啊。一寡仪式来包粽、白粽的即款的文化。啊，咱一般家庭咧拜神明，也是讲祖先的时阵，啊，都会传即个肉粽、咸粽等等这物件。我细汉的时阵有食过甜的呢，我毋知你敢捌食过？伊是毋是叫鸡粽啊？啊，伊是黄色的，啊，要食的时阵爱温汤。啊，我是较无爱食迄味诶，因为我感觉迄咸诶较好食。啊，是讲台湾迄肉粽诶口味真正是每一个所在拢可能有家己诶特色诶肉粽。啊，若5日节到诶时阵，逐个爱食诶就紧食嘛，莫食伤济呢。对啊，啊，过来就这5日节拄好吼，有一个梨啊、桃啊、甲奶汁这3项水果当着时，所以。这3项水果呢，原来算是咱5日节吼。除了肉粽以外，爱食果子。是毋是有一句俗语讲啥物？有一句俗语讲5月节食桃仔肥，食梨仔瘦。所以要瘦爱食梨啊？对，啊要肥都爱食桃仔。可能是桃仔较甜吼。对。啊，反正迄当阵就是有真侪果子拢大出啦，啊，大家嘛爱敬咱好食的台湾果子，甲咱农友小支持一下。
无毋对。啊，过来就是咱的中秋啊。哦，中秋食月饼。烘肉，即摆人可能较知影烘肉啦。对啊对啊对啊。啊，拄啊好，我是迄款无爱食月饼的人，所以迄工嘛袂讲特别爱去买月饼来食。啊，这月饼吼，又个叫做月光饼，还是讲状元饼、团圆饼，啊，就有真济讲法。啊，这个月光饼就是算是咱中秋吼来拜拜啦，这个贡品啦，吼，的这个选择之一，吼，还是讲呢，拄好卡咱的中秋吼月圆的时阵呢，加紧的食物。对啊对啊，啊各个地方拢是有出因家己有特色的饼啦，譬如讲宜兰有菜饼吼，啊伫咧南台湾有麻糬饼吼、番薯饼，啊北部可能阁有肉饼，啊阁台湾大饼等等的食物安尼。啊，因为这是在拜拜重要的物件嘛吼，啊较我现代可能是受到日本时代的工业化，啊阁战后的移民文化的影响。就是讲可能为中国迄边传来的。啊，即马诶月饼已经甲以前愈来愈无共啊，迄变化愈来愈济啊。对啊，譬如讲，阁有人做冰的月饼。冰的哦。这我都毋捌看过啊。然后我捌看过，嘿。有。感觉讲迄冰的敢若都无食月饼的感觉啊。我真好去想，迄个冰的月饼是啥物款滋味呢？这个应该是定定哦。啊，就咧食冰啊，敢若咧食冰共款啊。咱即摆的月饼吼，以前拢是讲爱做圆的啦，吼，都代表讲甲月娘共款，拢圆圆有团圆的意思，吼。啊，毋过即摆迄款四角形的月饼嘛有呢。有啊有啊，啊，就是食一个过节的气氛啊。对啊，你像即个往来酥嘛，咱中秋若讲要送礼的时阵吼，嘛诚侪人会送即个往来酥。啊，阁有两人酥啊，阁有绿豆椪啊，对，阁有真济真济呢。若是爱食即款饼的人吼，过中秋应该是足欢喜的，啥物款的饼拢有。无对，啊，咱中秋吼，拄好有两项啊水果，拄好伫即个时阵大出，比如讲即个柚啊，吼，还是讲即个柿啊，即两项水果拢是伫中秋的时阵吼，拄好当着时。啊，咱讲食柚啊吼，有庇佑的意思啦吼，庇佑咱全家拢平安。啊，柿仔呢，就是可能咱古早吼，即摆较安尼看的哦，咱到中秋吼8月半，拢有一个拜月娘的传统。啊，咱家家户户吼，伫个即个案桌顶头吼，会放一个月饼、柚啊，还是讲柿仔这些物件，要来拜月娘安尼。哦，安尼我知影。啊，讲到即个吼，中秋烘肉。这应该是20-30年前吼，有一个电视广告，敢若甲迄个烘肉真有关系吼。对，这有听过。有听讲，敢若是迄个什么一家烤肉万家香迄句台词。一家烘肉万家香。对，因为咱中秋都是一个团圆的日子，啊，利用一天呢，甲一寡亲戚朋友啊，苦回来，回来处理，大家做伙烘肉，淡散一下安尼。真有迄款过节气氛呢。对。袂歹。啊，中秋了后咧，是毋是到冬节啊？中秋了后，对，就来到冬节啊。冬节就食圆仔咯。对啊，改成元宵也要食圆仔，冬节也要食圆仔，食甲圆滚滚啊呢。啊这个。啊，这个意义吼，就是讲团圆甲圆满啦。我较爱食迄款内底有包餡的圆仔呢。有包餡哦。嘿啊，包土豆上好食，啊个乌毛啊，啊个用剪的，迄款内底拢无包，啊毋过细细粒迄款用剪的，啊混迄啥？土豆粉。哟，迄个嘛好食，这种就拢好食，对，我嘛爱食。你拄仔讲迄款用钱啊，阮一下迄个土豆粉的迄款的啊，迄真济拢是，比如讲人办桌。对，咱人结婚啦吼，办桌头前迄个算迄边怎讲啊？精彩哦。迄嘛无算菜啦，迄个放伫。迄毋是放伫点心遐，放伫后壁。无，有诶是放，有诶放伫头前。
哦，都是大家拄入来咧坐桌诶时阵吼，还未开桌进前，吼，拢有一盘圆啊。是哦，你来甲我以前去过无共呢？阮拢是较后壁才出的呢。是讲我嘛真久无食板豆啊，嘛毋知影因即马出菜有啥物学问无？我嘛毋知，对啊，反正就是好食。无错。你有发现讲咱拄则伫讨论的啊，真济食物拢是用竹米做的，对吧？什么圆啊、肉粽啊、什么粿啊、菜头粿啊，是讲菜头粿毋是完全竹米啦，佫有菜头，啊嘛是有竹米伫咧内底，吼，这真歹消化呢。是真好食无毋对啦，啊毋过嘛毋通食伤济呢。嘿，对胃歹诶人来讲，袂使食伤济。啊，物件吼好食还好食，大家爱小食一个哦。无毋对。啊，咱拄则讨论着遮尔济食物吼，毋知为虾米闹交诶，就是讲恁伫过年过节时阵，吼，讲有食啥物物件阮无讲着诶，嘛会使留话甲阮讨论哦。好。咱今日就先讲到这，咱后回空中再会，拜拜。拜拜。